今日要離開斐濟最大嘅島嶼 Viti 島，離開景色優美嘅洲際度假酒店，前往我哋今次行程嘅第二站，一個風景如畫嘅私人海島 Serenity Island 寧靜島。我哋先要坐接駁巴士嚟到咗烏達碼頭，呢度不僅係一個遊艇嘅停泊點，仲係嚟自世界各地遊艇主嘅聚集地。接住我哋仲要乘坐呢一艘紅船前往寧靜島。斐濟嘅寧靜島屬於斐濟馬馬魯卡群島，係一座佔地約48英畝嘅私人度假島嶼。呢一座島嶼以其寧靜悠閒嘅氛圍、原始自然嘅風光同埋豐富多樣嘅海上活動，吸引咗無數熱愛浪漫又喜歡冒險嘅遊客。紅船高速行駛咗約20分鐘，寧靜島就映入眼簾啦。由於島邊嘅水域好淺，又佈滿咗珊瑚礁，為咗保護呢度嘅海洋生態，我哋需要乘換一艘細啲嘅船先可以靠岸。我哋仲未上岸，就睇到島上面嘅員工彈奏住吉他，熱情咁樣喺度迎接我哋啦。呢個就係最具斐濟特色嘅歡迎儀式嚟噶啦。我哋跟住佢穿過細軟嘅沙灘，走入茂密嘅叢林。我哋一踏上呢個島，就感受到與世隔絕嘅愜意啦。島上嘅環境優美，建築採用咗高尖草頂屋，係斐濟傳統嘅屋頂風格，搭配住淺色嘅外牆同埋天然嘅木色，睇起上嚟充滿咗海島嘅風情，既保留咗原始嘅元素，亦都融合咗自然嘅風光。呢個餐廳應該係島上邊唯一嘅一家餐廳啦。呢邊仲有個唔大嘅泳池，望出去就係浩瀚無邊嘅大海。碧綠嘅海水清澈見底，蔚藍嘅天空雲捲雲舒，海天相互連接，一切都顯得咁寧靜同埋遼闊。寧靜島度假村入邊提供咗幾種唔同風格嘅別墅，我哋住嘅呢個係海濱別墅。海濱別墅坐落喺白沙灘前邊嘅第一排，正對住清澈湛藍嘅珊瑚海。呢種海濱別墅共有33間客房。別墅採用咗雙客房共用嘅入口通道，門外邊仲專門設置咗一池清水，方便房客從沙灘返嚟嘅時候清洗腳上面嘅沙。每一個房間外面都配有一張網狀嘅吊床。房間內部使用咗大量原木同埋天然織物進行裝飾，有一張超大嘅床鋪，床頭牆上邊掛住手工編織嘅裝飾圖案。開放式嘅起居空間，天花板上邊係質感十足嘅木質吊扇，整體嘅佈置亦都非常有熱帶嘅度假風情。房門係採用咗大面積嘅落地玻璃設計。瞓喺張床度就可以望見無邊嘅大海啦。打開門就係私人露台，行落去就係細軟嘅沙灘，外面嘅海水幾乎觸手可及。早上叫醒我哋嘅唔係鬧鐘，而係溫柔又有節奏嘅海浪聲。我哋行出去門外邊，天邊開始泛起咗一點點柔黃嘅光。呢個時候，整個海島依然安靜，椰子樹喺微風中搖曳，一股帶住鹹味嘅清新海風撲面而嚟，眼前嘅世界空曠而純淨。天空已經被晨曦染成一片夢幻嘅顏色，從橘紅到銀白，再到金黃，仿佛整個世界都披上咗一層金色嘅光輝，色彩喺天邊流動。東方嘅海平線上出現咗一個熔金嘅小球，慢慢咁從海面上露出，最終變成咗一個耀眼嘅金色光輪，將整片海面點綴成一張發光嘅錦緞。喺呢度，我哋睇到嘅不僅僅係太陽嘅升起，更係用心感受黑暗嘅退去，同埋光明到嚟嘅過程。我哋親眼見證到地球上最早升起嘅嗰一縷陽光。寧靜島唔大，所以島上邊只有一家餐廳，
基本上係別無選擇嘅。呢家餐廳從朝早7點鐘開始供應自助早餐，雖然品種唔算豐富，但係都係營養均衡嘅，有培根、火腿、炒麵、素菜、白飯、薯片，仲有煎餅、果汁飲料、新鮮嘅水果、麵包。呢邊仲有專人喺度煎雞蛋。餐廳嘅環境舒適，無論係坐喺上層定係下層嘅用餐區，都可以一邊食早餐，一邊欣賞太平洋嘅壯麗海景。寧靜島周圍嘅海域因為保護得好好，珊瑚嘅狀態亦都保持得極佳，係斐濟群島中少見嘅原生態潛水天堂。我哋面對咁靚嘅海域，所以我哋每一日都會潛入水中，親自探索呢一片隱藏喺水面之下嘅奇幻世界。呢度嘅水質清澈到仿佛係天然嘅玻璃，喺水面上就可以欣賞到五彩斑斕嘅珊瑚景觀。戴上面鏡就可以進入一個靜謐又絢爛嘅水下宇宙。軟珊瑚輕輕咁擺動住，五彩繽紛嘅顏色交織喺一齊，每一次轉身都有驚喜嘅發現。而硬珊瑚就好似小型嘅雕塑，層層疊疊，錯落有致，裏面藏住各種微型嘅生物同埋好細條嘅魚。呢啲熱帶魚成群結隊咁樣穿梭喺珊瑚間，有藍得發光嘅神仙魚、金黃色嘅小丑魚、條紋斑斕嘅鸚鵡魚，每一條都好似係調色盤裏面嘅顏色一樣光彩奪目。寧靜島嘅浮潛點好適合新手，即使係第一次嘗試浮潛嘅人都能夠喺淺水區輕鬆咁體驗到豐富多彩嘅海底世界。有啲區域嘅水好淺，幾乎可以觸碰到珊瑚嘅尖端，而稍遠一啲嘅深水區就可以睇到壯觀嘅珊瑚牆同埋更多奇妙嘅海洋生物。想象一下呢個畫面，當你喺珊瑚海中緩緩潛游，突然被一道飄逸嘅紫色光影吸引，佢透明嘅邊緣泛住柔和嘅紫光，輕盈嘅身體猶如喺海底下邊綻放嘅花朵。佢似乎毫無目的咁樣喺水中漫游，動作優雅從容。你忍唔住靠近，又唔敢靠得太近。周圍嘅珊瑚同佢形成一幅天然嘅油畫，而你就懸浮喺呢幅畫卷之中。呢個唔係幻覺，呢個係一隻水母，一隻靚到令人屏息嘅紫色水母，一隻真實存在嘅海底生物。我哋仲睇到呢種藍色嘅海星，仲有呢啲好大條嘅海參，每一個發現都叫人興奮無比。喺寧靜島，除咗夢幻般嘅浮潛體驗，島上邊仲免費提供皮划艇同滑水板供遊客使用，等我哋可以以唔同嘅方式親近呢一片蔚藍嘅大海。皮划艇可以一個人獨划，唔使同其他人配合，跟住自己嘅節奏慢慢前行。中意嘅話，仲可以停低嚟餵下魚，享受呢種治癒嘅安靜時光。當然，亦可以選擇雙人同行，一起划向島最周圍隱蔽嘅淺灘，盡情咁樣享受陽光、海水同埋自由。滑水板更能考驗人嘅平衡同埋穩定，要想企穩喺平板上邊係好講究技巧噶，需要從跪姿開始，再慢慢踎低，一次移動一隻腳，最後再慢慢咁樣企起身。整個過程對雙手嘅支撐、雙腳嘅位置、身體嘅姿勢以及重心嘅控制都係有一定要求嘅。動作需要協調而且有節奏。一旦你成功咁樣企穩咗，就可以用一種全新嘅高度俯瞰水下邊嘅世界。你嘅動作就會變得優雅而從容。寧靜島上邊仲有水上摩托體驗項目。今日我哋就嚟感受一下速度同海風結合嘅魅力，係嗰種會令人上癮嘅快感。
隨住發動機低沉嘅咆哮，水上摩托好似脫韁嘅野馬一樣衝咗出去，速度不斷喺度飆升。撲面而嚟嘅係帶住鹹味嘅海風同熾熱嘅太陽，成個人仿佛飛離咗海面，喺呢一片無垠嘅大海上邊隨心所欲咁樣馳騁。抬頭係耀眼璀璨嘅太陽，低頭係水色一天嘅海洋。喺呢一片無邊無際嘅藍色裏邊，我哋好似俾世界遺忘，又好似擁有咗成個世界。寧靜島有好豐富嘅島上活動，而且好多項目都係免費㗎。喺大堂外面嘅黑板上，每日朝早都會有更新當日活動嘅時間表。今日我哋就參加咗出海餵魚嘅活動。船帶我哋嚟到一片較深嘅海域之後停低，島上嘅員工發俾我哋一啲麵包，我哋將呢啲麵包碎灑向海面，瞬間就可以見到成群結隊嘅魚從四面八方湧過嚟，原本平靜嘅海面立即熱鬧起嚟啦。各種各樣嘅魚喺水面度跳動，水下嘅光影交錯流動，睇住都讓人覺得心潮澎湃啊！餵完魚，我哋返返去島上邊，又去體驗餵烏龜啦。寧靜島有2個烏龜池，一個係養住大烏龜嘅，另外一個係 BB 烏龜池。島上嘅員工帶嚟一盤生嘅魚肉，俾我哋親手投餵。大烏龜貝殼厚如岩石，步履緩慢又從容，喺太陽底下享受住食物同陽光嘅雙重恩賜。而烏龜 BB 則係另一番景象，佢哋喺陽光下邊蹦蹦跳跳，追逐住每一塊掉落嚟嘅食物。呢一刻唔單止係簡單嘅餵食，更似係與自然同生命嘅本身度過咗一段靜默而快樂嘅時光。寧靜島仲為每一位客人提供20分鐘嘅免費腿部按摩，讓呢幾日嘅海島體驗又多咗一份奢侈嘅舒適感。雖然按摩師嘅手法算唔上係專業啊，但係佢哋溫柔嘅手勢，一下一下咁樣撫摸按壓，仲係能夠帶走雙腳積累嘅疲憊同埋沉重嘅。呢一日晏晝，團長幫我哋安排咗出海釣魚嘅活動。我哋上咗船，向住大海嘅深處駛去。團長早就準備好咗釣線盤、魚餌，仲教我哋點樣拋線添。每個人都揾到自己嘅位置，嚴陣以待。每一次細微嘅拉扯感都會讓人心跳加速，雖然更多時候拉上嚟嘅只係海草。等待係一場內心嘅修行。喺船長嘅幫助下面，我哋終於每一個人都體驗到釣上一條鮮活嘅魚嗰種興奮同埋喜悅。釣到嘅魚無論大細，都係大海賜予嘅一份珍貴嘅禮物，亦都係一段永遠難忘嘅海上記憶。今晚我哋喺海島上邊享用咗一頓好豐盛嘅海鮮晚餐，肉質緊實嘅蝦仁爽口又彈牙，新鮮嘅魚肉入口即化，焗得焦香嘅青口包住嫩滑嘅貝肉，金黃酥脆嘅麵包片散發住濃郁嘅黃油香氣，椰汁燉煮嘅帶子香味濃郁，新鮮嘅沙律色彩繽紛。壓軸登場嘅係我哋出海親手釣上嚟嘅戰利品，請廚房幫忙烹製成最地道嘅斐濟風味魚湯。魚湯冇加入過多嘅調味料，保留咗最原始、最純粹嘅鮮甜。晚餐結束之後，島上嘅員工為我哋獻上咗一場動人嘅歌唱表演，現場嘅氣氛熱烈而歡快。今日島上邊嘅員工帶我哋徒步環島遊，深入了解呢度嘅自然生態。我哋穿過茂密濃綠嘅叢林，仿佛行入咗一個原生態嘅熱帶植物王國。島上邊常見嘅植物有好多，比如高大挺拔嘅椰子樹、葉片鋒利嘅蒲葵，仲有響度為我哋特別介紹嘅島上原生植物
斐濟馬貝樹。一路上響度分享咗好多植物喺當地傳統中嘅用途，譬如呢種中文有時叫虎尾蘭，不僅有淨化植物嘅作用，佢嘅葉汁喺民間療法中仲被用嚟處理輕微嘅割傷、燒傷，甚至仲可以緩解耳痛添。途中我哋經過一片正喺度施工嘅區域，響度話俾我哋聽，呢度未來將會建造一個海島俱樂部，配備大型嘅泳池同埋酒吧等休閒設施。如果下次再嚟，島上嘅娛樂選擇將會更加豐富啦。呢一趟嘅環島遊，讓我哋體驗嘅唔只係嚟過，而係真正嘅行過、感受過。佢讓寧靜島喺我哋嘅記憶裏面變得更加鮮活、生動，可以講係一次海島慢旅行嘅縮影。島上邊有一個規模唔大嘅泳池，位置靠近餐廳同埋公共休息區。因為寧靜島四面環海，好多遊客更加喜歡直接落到大海裏面浮潛游泳，所以呢個泳池平時使用嘅人係唔多㗎，經常可以獨佔一角。對於我哋呢啲啱啱開始學游泳嘅人嚟講，喺咁安靜嘅環境下邊練習，可以更加自在，更加有信心啦。睇下我哋呢位姐姐，先練習咗2次，就可以一個人游咗10分鐘都唔會沉落去，進步真係超級快。中午過後游水太攰，浮潛又太曬，呢個時候最適合就係揾一啲輕鬆隨意嘅消遣啦。趁住餐廳休息嘅時候，我哋借咗一張餐台，將手中嘅牌搭起嚟。喺呢度打麻雀唔係為咗鬥智鬥勇，所以即使係贏咗唔使太認真，輸咗亦都冇所謂，更多嘅係享受呢種輕鬆隨意嘅時光。傍晚時分，我哋圍聚喺泳池邊，攝影師唔知從邊度借嚟一把吉他，佢撥動琴弦，大家就開始唱。嗰種溫暖嘅旋律，充滿希望同埋感恩嘅詩歌。唔需要華麗嘅燈光，唔需要高大嘅教堂，就喺呢一座小島上邊，簡單嘅伴奏、虔誠嘅心靈、清澈嘅歌聲，構成咗最純正嘅禮讚，仿佛與整個大自然一同喺度敬拜。歌聲隨住微風飄蕩開去，唔係為咗表演，而係為咗喺呢片天地間與主同在。呢一日我哋要離開寧靜島啦，島上面嘅員工為我哋舉辦咗一場熱鬧嘅歡送儀式，幾乎全體員工都出動咗啦。佢哋彈琴唱歌，仲拉住我哋雙手搭肩，隨住輕快嘅節拍，邊跳邊唱，歌聲同笑聲交織喺一齊，場面溫暖而感人。最後我哋同島上所有嘅員工合影留念，連島上邊最大個 boss 都出嚟，企喺我哋嘅中間。大家送我哋上船離開，依依不捨咁揮手道別，每一個道別都帶住不捨，帶住期待，再次見面嘅期待。好啦，上面就係我哋喺寧靜島5日4夜嘅主要活動。感謝呢一片土地，感謝呢度嘅每一個人，感謝呢一切俾我哋帶嚟嘅溫暖同埋回憶。希望有一日我哋能夠再次相聚，再次感受呢片海、呢片天同埋呢一片寧靜。下一站我哋將會返回主島 Viti 島，入住現代豪華裝修嘅 Nandi 皇冠酒店。到時候我會分享喺皇冠酒店嘅住宿體驗同埋活動嘅氛圍，唔好行開哦。呢一集就到呢度啦，感謝大家嘅收睇，我哋下一集再見啦。